今天分享的是遇见未知的自己。女人最大的靠山，不是漂亮的脸蛋，也不是完美的婚姻，而是独立赚钱的能力。当你的余额撑不起你的兴趣时，你所有的爱好都应该是赚钱。没有人知道你走过的路有多黑暗，更没有人知道你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什么。他们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你变了，可他们口中的变，从不是你弄丢了从前的自己，而是你终于跳出了别人定义的该有的样子，你最美的样子。不是相夫教子，不是素面朝天，也不是你老实听话，更不是你乖巧省钱。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，大抵是眼里写满了故事，脸上却不见风霜。每天化个淡妆，穿上喜欢的衣裳，不羡慕谁，不嘲笑谁，也不依赖谁，只是悄悄的努力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